饭包大汉，哎，中华米，好比赞！哇，鸡肉非常赞哈！有要无，妹妹？妹妹？哦，米饭公公菜嘛。好来，你快来做哈。我进。皮泡买有好，来皮泡买，皮泡买，来汤粉，哎，皮泡买，那边来有胖菜的，哦，好，先翻翻哦。看到。先上炒有没有？先小牛肉啊，不能去炒。你哪边叫你来闻这个味道哈？是汕头味道。稻草的味道哈，我想让小朋友体验这个农民的哈，在割稻草的辛苦哈，这地方里的哈，稻草这是咱农村一个真热的这个生活哈，我们要有传承的功课哈，让小朋友农民的一些生活。我们今天带我们幼儿园的小朋友啊哈，来体验这个割稻的经验呢哈。这个一般都市的小朋友很难得的一个看农民割稻的一些经验这是非常有趣的。我们让我们这种农村的生活作为一种生活教育，也让小朋友体验农民的辛苦体验农民的辛劳哈，让小朋友知道农村的快乐。超球可以在这下面买。它是超市啊，超市啊，你知道这超市啊，还在这超市啊，这大家问过买，问过买啊哈。